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7月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根据财联社报道说，这个天眼查深度风险信息显示，近日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增2条股权冻结信息，股权所在企业为昆山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南宁江南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冻结股权数额合计2亿人民币，冻结期限3年。执行法院为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就是万达现在日子并没有好起来，还是渡劫模式。受恒大影响的企业非常多。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的是易居中国，这个受恒大暴雷影响，可以说是带到沟里去了，裁员90%，负债率480%。昔日的地产航母到了沉没的边缘。易居中国啊，它总部在上海，说现在上海总部办公区空空荡荡，曾经坐满200人的开放办公区，如今只剩零星10几个工位亮着灯。最新的年报显示，全年收入38亿元，同比再跌15%，净亏损13亿元。更令人窒息的是，连续4年累计超过200亿元的失血。曾经拥有24218人的庞大的团队，易居中国现在只剩多少人呢？如今只剩1770人在岗，裁员大刀砍掉了93%的人。审计机构用罕见的无法表示意见投下不信任票，也就是他那个财报审计机构没有办法表示意见，你们爱信不信。当480%的资产负债率撞上0.11的流动比率，冰冷的数字宣告着残酷的现实：公司每100元负债仅有3.56元现金应对，经营现金流连续3年负值流淌。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情况往往意味着3种可能：第一个是账做不平，第二个不敢说真话，第三个公司实际上已经停止呼吸，也就成了一个僵尸。很难想象这家当年非常耀眼的这个高光的公司，如今走到这步田地。它的没落实际上跟恒大有密切的关系。2017年顶峰时期，恒大一家就贡献了易居35%的营收，20亿级的年收入，让所有人沉醉于蜜糖。当日的蜜糖现在是成了砒霜啊！恒大暴雷引发近40亿坏账核爆，直接导致2021年123亿元的惊天亏损。这本质上就是一场死亡赌局。到了2024年，万科仍占易居25%的营收，而数字营销收入占比虽然达到55%，同样因房企客户萎缩而下滑。那有人就说了，万科欠易居1/4的这个营收，有什么好怕的呢？万科是央企，后面是深圳国资委。实际上不这样，在深圳万科总部对接易居的项目经理私下透露，我们自己的回款都困难，哪还有余力付佣金，也就是先欠着吧。这个易居的人力总监说，薪酬开支已经砍了43%，现在连年会矿泉水都取消，债务重组谈了2年，境外债权人要求用股权抵债，但股价只剩3毛7。有人在探访易居曾寄予厚望的天猫好房上海营运中心时，只见大门紧锁，透过玻璃望去，蒙尘的电脑主机散落一地，一副败落的迹象。有中介人士摇头说，线上流量成本太高，他们斗不过安居客，线下被开发商拖累，两头落空。曾经的一家房产中介啊，它是上市公司啊，冉冉升起，结果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破产的边缘啊！易居中国啊，问题是像易居中国这样的企业有多少呢？由于这个恒大、融创、碧桂园这些巨型房企纷纷暴雷，连万科都付不起钱了。你的应收账款你收不回来钱，那只能暴雷。这样的企业太多，现在正是买单的时候，扛了4年了，真的是扛不下去了。这个瑞银它预计明年香港楼价有望回升。7月7日，瑞银香港房地产分析师梁展佳预测，
明年香港楼市有望回升，最多上涨5%。因庞大供应量有待消化，今年楼价预计无升跌，也就是今年的香港的楼市嘛是比较平稳。一手住宅交投将优如去年。两展家强调说，长远楼价升幅不及2003年到2018年周期，因特殊政府或重推辣招及空置税，为保税收和银行稳定，当局不会让楼价大跌。理想状态是微升，零售市场接近见底。5月数据转正，全年销售预计持平，美元对人民币贬值或利好明年零售。专家和分析师他们总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思想，他们总认为只要政府不想让房价跌，那房价就跌不了，好像政府是万能的，政府可以突破市场规律这个约束，好像回到计划经济就能解决好多问题。为保税收和银行稳定，当局不会让楼价大跌，好像香港的楼价由香港特区政府掌控，不让它跌它就不跌吗？就政府当然不希望房价跌，这个政府希望房价稳定，要稳住，这个没毛病。但是那是美好愿望，那是目标，那不是现实。他需要努力，通过各种手段去做，但是他不一定能做得到。这能不能成是要交给市场检验，不是某些人一拍脑袋。楼市好坏，实际上我们一直说这个跟韭菜的收入有极大的关系。野村证券的陆挺他说，居民60%的财富在房子上，稳房地产才能稳消费。大家看视频。经济企稳的关键在哪？近日，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直言，消费是核心。可当下消费市场遇冷，背后的深层症结直指房地产。数据令人啧舌，中国居民超60%的家庭财富都沉淀在房产之中。但如今房价波动，烂尾风险频现，房产价值缩水，百姓资产账面亏损，消费底气自然不足。陆挺强调，以往靠降息、取消限购等传统救市手段已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下最紧要的是推动房地产市场债务出清，让高负债、低周转的雷区彻底清零，让行业卸下沉重包袱，实现良性运转。房地产稳，消费才能稳；消费稳，经济大盘才能稳。唯有稳住房地产市场，让老百姓的财富基石不再摇晃，大家才敢消费，愿意消费。这不仅是拯救房地产行业的关键，更是中国经济破局突围的重中之重。对于60财富都被压在房子上，这一点毫无疑问，甚至可能更高。所以曾经倾尽所有买一套房，如今却输不起，账面财富大幅缩水，可能有的还成了负资产。理论上说，本就是纸面财富，不会影响，但现实中大多数都这样的话，确实意味着房地产以及关联的几十甚至上百个行业都影响到了我们的生计。所以陆挺说的是对的，只不过也没什么可抱怨的，都是自己的选择，唯有期盼政策早点出手，能让房地产扳回一局。但大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你房地产稳住了，这个有利于消费，但问题是你房地产稳不住，因为稳房地产前提是稳收入、稳就业。稳收入、稳就业怎么稳？我们先看有个叫亨氏顾问公司发布的叫2024年私人财富迁移报告。他这个报告说，中国的富人流失速度正在加快，如何让他们留下来，加大投资力度。从具体数据看，富人流失数量增长。根据该份报告是2024年亨氏顾问公司发布的这个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有高达1.52万名富豪选择移民，而2023年这一数字为1.38万，又增长了1400名。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富豪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且富豪移民规模扩张速度远超预期。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内地富豪移民人数就呈逐年上升趋势。2018年较2017年激增50%，2023年到2024年也是保持着增长态势，反映出国内富豪群体对全球资产就是全球化配置需求愈发激烈强烈。那这些富豪移民之后带走了多少财富呢？2024年这些移民富豪卷走的直接投资高达3.7万亿人民币，如果还算上上海的房产、离岸信托、股票、债券等隐形资产，
总规模预计突破12万亿。资金大规模的流出，也从侧面体现出富人流失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较快的趋势，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资金流出的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这些富人移民，然后带走了大量的财富，他们还带走了很多人才，对吧？人才和资金都流出去，那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就是8到15岁的占比就越来越高，什么西方唯史论的这些拥趸就越来越多，就比例厉害了我的国的，清朝是遥遥领先的，浓度就越来越浓。那就这么几个情况，有钱人跑了，留下的是穷鬼杀恶鬼。咱们一直说这致富小能手，致富的带头人都跑了，外企也跑了，哪儿找的工作？没有投资，没有岗位就有工作，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这楼市怎么可能稳得住呢？而且这些富豪移民走，他的房子要卖掉，要变现。今天好几家外企在裁员，真是巧。首先是微软上海和无锡的团队裁员700人，1周内签字补偿是 N+7， 之后是 N+5。7月5日清晨6点，微软中国区员工陆续收到了公司群发的裁员通知邮件。3小时后，一场紧急会议召开，公司高管通过 AI 合成语音毫无表情地宣读了裁员决定。作为全球9000人裁员的一部分，上海和无锡微软中国裁员700人。说邮件内容简短而直白，员工必须在7月11日下午5点前签署离职协议，选择这一时间点前签字的人将获得 N+7 的豪华赔偿，之后签字者赔偿则降至 N+5。企业裁员那是没有办法，企业自身经营有问题，或者他在做调整，他要裁员，按照劳动法，只要补偿给足了，你也说不了他什么。这是微软。同时，沃尔沃中国区裁员。根据界面新闻报道说，继沃尔沃宣布全球裁员3000人后，中国区员工也收到裁员通知。界面新闻了解到，近期沃尔沃对中国区员工展开裁员，主要涉及上海技术研发中心的员工，岗位涉及工程、研发、供应链管理等，裁员赔偿基本为 N+3。这些外企裁员裁掉的岗位，那都是优质岗位，那都是那些考上了985、211的这些学子啊，毕业之后向往的这些岗位。谁不想去微软上班？谁不想去沃尔沃上班？我记得上一次是花旗，是吧？花旗把他的技术支持部门3000人砍掉，这些岗位砍掉就砍掉了，它不是优化，它不是说把这些人裁掉换一批人，它不是这样的，岗位就没了。你说说，这好几千人他们干什么？我们又少了这几千个岗位，这都是优质岗位。我想进入下半年，这种外企裁员恐怕是越来越多。一边是外企裁员，一边是富豪急着移民，把钱带到国外，那导致的就是大家找不到工作，没有就业岗位，收入下降。就是这种情况下，你怎么把楼市给稳住？你怎么让韭菜去买房？财经网有篇报道，多家物业公司掀起撤厂潮，大家知道吧？我们只听说过这个物业公司为了霸占这个小区，不愿意撤走，所以经常是2个和3个物业公司打起来了，一边跟业主闹，一边跟别的物业公司闹。为什么？既得利益。现在反过来了，居然物业公司掀起撤厂潮，物业公司撂挑子走了。这个财经网说啊，100亿物业巨头不干了，业主欠费60万，物业撑不住。100亿物业巨头因小区业主欠费60万撤厂，多家物业公司掀起撤厂潮，宣布不干了。近日，中海物业向鄂州双创之星小区发出撤厂公告信，表示公司将于2025年8月31日18点正式退出项目，结束服务。人家撂挑子不干了，惹不起躲得起，物业公司拍拍屁股走了，谁爱干谁干。公告显示，中海物业自2023年3月1日进驻上述小区，服务期间小区入住率较低，欠缴物业费户数比例高，导致物业在该小区长期亏损，且垫资持续增长。截至2025年1月，物业费累计欠费达60万元，经多方反复沟通，仍无法解决欠费问题，最终决定终止服务。宣布推出的不止中海物业一家。据公开资料不完全梳理，
这段时间已有包括龙湖物业、金科服务、中海物业等在内超10家物业企业发布主动撤场公告，原因则涉及开发商历史遗留问题难以解决、谈不拢物业费收缴率低下，以及物业业主业委会矛盾激化等。这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以往都是物业打都打不走，现在居然物业自己主动一纸公告自己撤了。其实大家也看到了，说来说去就是没钱了。现在很多小区勉勉强强把它盖完了，就是保交楼，但是房子要么还没卖出去，就入住率非常低，大部分房子空着的。你说人本来买的房子就已经赔钱了，又不住又卖不掉，你还指望他交物业费吗？好像前一阵子不是各个地方推出了像这种你不住的房子物业费免交还是什么，少交一半什么的，反正都有优惠，就是为了促进房地产稳定。你投资你买的房你不住，物业费减免。我记得咱们节目介绍过，本来你这个小区正常住的人恐怕就少，大量的房子卖不出去，或者卖出去没人住，缴费的人就少，再加上缴费的这些人，他房子贬值了，他本来心里就不痛快，加上自己收入又有限，也要还按揭贷款，恐怕面临着失业。他的物业费也是能省就省，能拖就拖。隔壁那个人我们是一起买的，他不住，他物业费一年才交400，这个我住里面我一年交2000，凭啥？大家想象一下，是不是这样？对吧？大家都不富裕，那他就肯定拖，不愿意交这个物业，拿这些人也没办法。所以你看这个矛盾是不是越来越大？最后人物业干脆走了，一拍屁股不玩了。换种说法，你说100亿物业巨头因小区业主欠60万物业费，他就不干了，这显然不是60万的事。实际上是这个物业他算账，他肯定是不赚钱的，赔钱。他一算账，这算不过来账，在这儿干物业肯定要赔钱，他肯定不干了，绝对不是60万的事。60万对一个物业公司来说那不是什么大事，主要是他越干越亏，好歹得有那么多保安，还有那个物业绿化等等一大堆人，那得要开工资。但是你这里面真正能交物业费的没多少人。所谓的撤场，物业撂挑子不干，就是他不赚钱。大家还记得我以前说的吧？物业公司也不好干，开发商不好干，往后物业公司不好干。我们一直说，任正非说的含义，只会迟到不会缺席的，不要还梦想着有一个行业能够旱涝保收，经济低迷对他没有影响，怎么可能？只是还没来得及，还在路上。让含义传遍每个人，这个绝对不是瞎说。他只会迟到，不会缺席。所以咱们节目一直说，如果你现在感觉到很幸福，你的工资还没降，甚至还涨了，你最应该做的就是把此时此刻记录下来，因为这样的好日子往后恐怕就没有了。你应该好好享受，连物业公司都干不下去了，你就知道经济到什么地步了。主要是房地产，干物业的人肯定懂，这个小区入住率只要达到多少，他肯定赚钱，如果低入多少，他就赚不了钱。我想这个搞物业的人一算就明白，如果他一努力就能赚钱，你说他可能让出来吗？不可能让的。恒大暴雷已经4年了，现在纸包不住火了，该买单的都要出来买单。恒大暴雷影响方方面面，影响非常深远。这4年确实有很多人很多企业扛不下去了。不过对这些小区来说如果趁着物业走了，小区业主能够自发组织起来自我管理，那还能省一笔物业费。北京就有很多这样的小区，那都是业主自发在管理，他完了之后他基本上物业费交的很少，因为他通过什么广告、什么出租、什么地下室等等，他千方百计的创收。现在经济不好，像这些小区完全可以业主自己组织物业公司，然后低成本运行。一个小区没有物业也不行，没有物业去管理，那就杂草丛生，很快就会出现一个破败的现象。一旦杂草丛生、破败的现象，那你那个小区的房子那贬值就更厉害。财经网一篇报道叫房企重组再博弈，房企和债权人心态变了。他这文章特别长，我们只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公开数据显示，全行业有发债记录的房企共100多家，均为业内销售规模靠前的企业，对应境内外信用债发行存量3万亿元，对应的整体债务量在几十万亿元之巨。
这是整个的100家这个房企，它的整体的债务是几十万亿，信用债发行3万亿，这个都是个天文数字啊。据财新粗略测算，2021年销售规模排名行业前100名的房企中，至少有一半已经爆发债务风险，也就是排名前100名的房企已经有一半已经爆雷了。其中民营背景的房地产企业几乎均已爆雷，多惨啊！排名前100名的这个民营房企大部分都已经爆雷了，没爆雷的都是极少数，硕果仅存的。有的在此前几年进行了相关债券的展期等重组安排，但仍未走出困境。目前正期待通过全面债务重组来实现削债乃至清债，但债权人，尤其是以私募为主的债券持有人，展现出较为坚决的维权斗志。出险房企想要达成2次重组，绝非易事。他这个文章很长，咱们就不介绍了。因为我们在很多节目里面都说过了，所谓的债务重组就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博弈。你要是债权人，你愿意把你的债，打个9折吗？或者就给你10%，10%还现在给不了，3年以后再给你付，90%免掉，或者是给你搞个信托，对应一些资产，有收益了给你，没收益就算了，或者把你的那个债90%啊变成股，你愿意吗？你也不愿意，这肯定。所以说，债权人跟债务人之间互相博弈，这是为什么叫博弈？债务人，你要不同意，我就死给你看。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死？我这无所谓的，不行就破产清算呢。反正我也没有了，我现在是为你们干活啊，不要不知好歹。那债权人一看，死马当活马医吧，那这样弄好歹是不是能回来一点？所以它都是这么博弈。但是这种债务重组没有意义，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它毕竟是两个民事主体之间呢。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两个人商量的，到时候过个2年达不到预期，肯定有人反悔。这个就跟地保老人说的一样，这个签的协议是用来撕毁的，那到时候最终还是要法院见，打官司啊。所以说，这些房企最好的办法就是破产重整，一次到位。如果破产重整不成功，那就破产清算，这叫出清。这些什么2次重组，那都是瞎耽误时间，瞎子点灯白费蜡。因为大家也能知道，往后你还觉得房地产还能好吗？现在都已经只有11万亿这个平米，以前都是20万亿平米，每年新房子现在只有最高峰的一半了，还在跌。因为人口在下降，你盖那么多房子卖给谁？你不盖房子了，盖房子这个蛋糕就越来越萎缩。你房企在哪儿挣钱去？你房企怎么可能还活得好，还能缓过来？你盖了房子卖给谁呢？所以说，这个房企未来是看不到希望。所以这些是我们所谓的2次重组，都不过是自欺欺人。破产重整有个好处，就直接把你债给清掉了，没了。你10亿的债，现在法院一裁定，给你还5000万就完了，剩下的你自己就没了。这个房地产企业的大老板、大股东，你股权没了，你这公司跟你没关系了，你走吧，该你还的债你背着，都是这种搞法。最后这个房企获得重生，至少他没债了，债非常小了，他轻装上阵。这个房企也能活下来，反正慢慢还，那缩减后的债它慢慢还，也能实现一部分，总好过啊破产清算。你恐怕清偿率1%都达不到，就是你100个亿，你能拿回1个亿就不错了。所以恒大爆雷以后，现在差不多这个房地产行业买单算总账的时候要到了，这个过程一定是很惨烈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